南投水里的城城国小，顶礼拜这个顶学期发现几啊只这个臭青麻的尸体，加在通报上检验拢无小狗病，但是昨日国立校门口发现了，老师甲学生拢真不安，希望相关的单位要重视这个问题。 南投县水里乡城城国小美丽校园最近这半年来出现一摆臭黑麻的尸体，虽然讲通报送检了后，拢无发现讲有喂着小狗病，也毋过和校长甲老师真烦恼囡仔安全。这幼獾是狂犬病的带源物种之一，所以学校一直都很小心在意。还好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带源。 校方认为讲，这有可能是流浪狗所造成的，所以讲呼吁民众唔通伫国小内底饲流浪狗。因为这幼獾的尸体会出现在校园周遭，应该都是流浪犬去追咬或者把它带到校园来的。不管是流浪狗，还是臭黑马的尸体，对着水里乡城城国小的师生来讲，确实已经威胁到校园的安全。 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